风台要来啊，树啊嘛要修剪，也毋过嘛都要注意安全。都有人因为这个修剪树啊卡死过路人被判刑。这是伫苗栗一个姓吴的厝主要修剪厝边的大井蛙树，伊无申请道路的管制，家己徛伫大路伫咧指挥，结果一个60岁姓廖负责人骑车经过时，互记断去的柴壳去弄到，互树壳弄到了，当场死亡。法官审理时就讲，厝主有疏失，判伊8个月。 民众赛车经过苗栗第13线附近，向倒边一丛树仔倒落来，一个60岁骑倒摆查某人规个厝道，驾驶行较近，稍微正平。骑倒摆查某人送去病院，无妨救回来。警察调查了后发现，当时树仔会倒是因为有人当伫咧锯树仔。无姓民众因植栽树木，恐影响路旁高压电线及省道用路安全，故故宫修剪。一名女性骑士行经该处。 遭上方修剪树木砸中头部，送医不治。经查，该施工并未申请道路使用。死者家属不满，锯树仔姓吴的厝主无做好安全措施，意外发生了后嘛无回失嘞，所以要改告。不理我们，也不谈和解那些啊，他也看都没有来看了。 也没有来道歉。法院认为，厝主当时敢若可能的三角框，尾要徛伫大路指挥，面向疏忽，违反道路施工设置交通安全管制措施相关规范，迄今都没有和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，判处被告有期徒刑8月。 警察提醒，民众不管是要锯树啊，或者是要举办大型活动，那些占用着大路，都要申请道路使用，做好指挥交通和交通维持设备，才会当避免发生意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